咁佢呢度有封信嘅，封信咧就講佢話咧多謝我咧就清除咗呢個數碼世界嘅黑暗力量，令到地球咧可以回復翻和平。Hey guys，早喺20年前咧，喺互聯網未咁發達嘅時候咧，大家平時咧都會收到大量嘅郵件嘅。如果突然間有一封電郵咧，就會好開心嘅。哇，竟然收到電郵啊！咁而家20年後嘅今日咧，大家咧就慣常收到電郵呢樣嘢啦。咁突然間有收到一封咧係由遠地寄俾自己嘅信咧，就哇係寄俾自己嘅信啊！如果話俾你聽，仲係由呢個英女王寄俾你嘅信，你係咩感覺啊？咁今年4月中度，其實我就寄咗一張生日卡咧去呢個英國白金漢宮度祝呢個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咧就生日快樂嘅。成個信封俾大家近啲睇睇咧，就係呢度伊麗莎白二世嘅呢個印仔啦，跟住呢度寫住白金漢宮由呢個12月20號，今年嘅12月20號寄出啦。哇，後邊都有一個佢專屬嘅印章喺度嘅。咁樣插封信喎，慢慢插。信封都好有紀念價值㗎。一般嘅信封咧都係薄薄地黐一浸膠水，佢呢度咧係成串咁粗嘅膠水，即係咧啲膠水好黐嘅。其他嗰啲普通嘅信封咧咁樣搣法咧，應該成張信封扯爛咗。嗰啲紙真係幾靚，我咁樣搣咧，佢都完全冇爛過㗎。拆開睇下俾你，出嚟有兩封嘅，一封係我話先，我都未睇。哦。跟住呢度寫住多謝你90歲生日祝福。咁佢呢度有封信嘅，封信咧就講我哋成封信咧就話多謝我咧就寄咗封生日卡俾佢。咁但係由於太多信件嘅關係咧，所以而家先可以回覆到我。雖然冇佢親筆簽名，不過都係一個好值得紀念嘅一封信。咁啊條片嚟到呢度啦，再見。